U16 400米初賽名組。按咗吧。Set。決賽名單公告，亦係男子 U18 100米決賽名單。第一線文守正 WAC， 第二線黃禮峰 LSCAC， 第三線梁樂瑤 HKMS， 第四線楊文津 WAC， 第五線林俊熙 HBAA， 第六線薛樂賢 TPAA， 第七線楊招智 WC， 第八線譚成力 SKHHTCSS。重複第一線文九正 WAC， 第二線黃禮峰 LSCAC， 第三線梁樂瑤 HKMS， 第四線楊文津 WAC， 第五線林俊熙 HBAA， 第六線薛樂賢 TPAA， 第七線楊超智 WAC。